关田南部的南坡福安宫啊，福安宫举办那个建教活动啊，有南少林五大名拳大会演，表演啊，武术呢，国术呢，还有宋江镇的人员的表演呢。关田南部南坡福安宫啊，建教大典在那里举办这个南少林五大名拳大会演，国术表演，武术表演呢，还有宋江镇的人员表演呢。这时间可能是上传图片的时间呢，不是那个真正表演的时间嘛。